係各位朋友，咁今日講呢個特朗普對全球徵收嘅一個即係對等關稅啊。咁就即係特朗普咧就啱宣布咗咧，就向全球徵收一個對等關稅啦，最低都要10%嚇。咁就邊啲國家受到影響比較大啲咧？咁就即係你睇翻咧，其實有啲國家去到40幾個 percent 啊，譬如越南啊46%啦嚇。咁就我覺得最大受到影響嘅咧喺個 list 上邊咧當然好多國家受影響，但係你話亞洲呢一邊咧，或者相對比較大就係越南啊。點解越南會受到比較大影響咧？就係因為越南本身佢嘅經濟結構咧，雖然佢係東盟嘅10國，咁但係佢最大嘅 trading partner 咧，其實就唔係東盟自己嗰其他9個國家，而係中國同埋美國，而美國都佔好大部分。咁因為佢個經濟結構輸出美國嗰度大咧，再加上佢係好多外來投資係諗住喺度生產，然後就以前就免關稅去美國噶嘛。咁所以你咁大部分係靠出口美國，如果而家加咁高關稅咧，會發生咩事咧？就係你出口美國少咗啦嚇。咁唔單止咁樣，你投資都會少咗喎。即係以前我嚟你投資，因為我睇中你呢個地方就免關稅同埋人工平啫。咁但係而家咁嘅關稅情況之下咧，越南接收外國嗰個 FDI 其實都會少好多㗎。咁所以對一個啱發展起緊嘅國家咧，嗰個打擊係大嘅。其實越南係等於咩？等於大概係我哋中國啱起步嗰陣時咧，90年代，即係大概接近30年前嘅中國啦。如果嗰陣時美國打我哋關稅咧，打中國關稅咧，嗰個影響就會好大，即係外來投資可能就可能冇晒。咁但係而家中國今日咧，佢個國力咧其實就相對比較大啦。外匯儲備都比較多啲啦。咁即係相對30年前啊咁樣。咁同埋我哋最大嗰兩個出口地方都唔係話美國啊。咁所以越南係會受到最大嘅影響啊。咁睇翻琴日股市嗰個情況咧嚇，因為佢係股市之後先至公布嘅。咁股市之後公布咧，咁就股市跌咗好多啊，曾經跌過成1000點嘅嚇。即係嗰個道瓊斯。咁科網股都跌得多嘅嚇，Nvidia 都跌過5%，即係 futures。咁即係睇下今晚開點樣啦嚇，同埋其他亞洲嘅地方嗰個股市咧點樣去即係開盤啊？咁你睇翻澳洲，其實今朝開都跌咗嘅，咁所以我相信亞洲呢一方面咧都會有啲震動喺度嘅。咁睇下今晚點樣傳到去美股嗰度啊？咁另外咧就係即係點樣影響嗰個美元啊個匯率啦。咁短期會有波動嘅，咁但係如果睇翻即時嘅話咧，其他貨幣冇乜點樣大喐動啊。日元係升嘅。咁就即係作為一個避險貨幣啦，日元升翻上148呢啲水平啊，咁可能今晚會繼續升嘅。咁就美元咧長遠嚟講咧就應該會跌嘅。點解咧？即係你睇下美元點解我哋需要美元咧？嗱，全世界需要美元咧，主要有3個功用啊。第一個功用就係貿易啦，第二個功用咧就係你去投資啦。我想買美股，咁咪去咯嚇。第三咧就係你要去做一個儲備嚇，譬如中央銀行要揾美元做儲備。咁呢3個主要功用其實都萎縮啊，尤其是你經過今次嗰個即係對等關稅之後咧，你全球對美國嘅貿易咧都會減少㗎。你睇翻之前中美貿易戰嗰陣時咧，中國對美國中美貿易呢度係減少嘅。咁而家你唔係淨係中美貿易喎，你係歐美貿易、日美貿易，全世界對美國貿易都減少，即係全世界需要美元嚟做貿易嗰個需求係大幅減少嘅嚇。咁第二咧就係嗰個投資需求啦。嗱，投資需求係睇下點樣影響美股。全世界啲錢，如果你美股係升，全世界湧過去，咁要先換美元，再換即係再買美股啦嚇。咁如果美股係調翻轉走咧，咁你全世界可能就會從美國撤走啦嚇。咁對美元投資嗰個需求都少咗嘅。咁儲備我更加唔使講咧，即係如果你做咁大個一個即係關稅啊，影響你本身個經濟啊，影響你本身美元嗰啲地位咧，好多中央銀行咧就會更加換馬啦，即係加速嗰個換馬嗰個即係換黃金啊，
或者加其他貨幣作為佢一個即係儲備一個選擇，就減少美元嗰個使用。咁所以美元嚟緊呢一年咧，嗰個即係逆轉係即係個機會係相當之大嘅。咁就當然我睇一睇，即係而家去點樣即係影響美國啦。咁大家估到咧，就即係如果你咁高關稅之下咧嚇，即係最少10%，即係所有嘢入到美國，你知道美國唔係點樣製造自己啲嘢㗎。即係除咗佢自己農產品之外咧，你所有日常嘅嘢咧，基本上入口嘅。咁你入口咧，即係話你所有買嘅嘢咧，你都 subject to 咧，即係最少10%嘅關稅。咁你就算當一半係傳導到去消費者咧，都起碼加5%。咁即係所有美國嘅消費者都要俾多，即係起碼5%嘅平時個使費出嚟。咁一定係減少個消費嘅，減少個消費。咁唔好忘記美國係一個消費帶動嘅國家嚟嘅。即係美國如果啲人唔消費咧，佢又唔可以靠出口賺錢，政府又冇乜錢。咁投資咧，當然佢個目的係想引人嚟投資美國然後開工廠。咁但係呢個都唔會大嘅，因為始終你到最多1-2間廠、幾間廠咁樣，你唔係整體咁樣湧晒去美國去投資㗎。咁但係消費會即時減少好多。咁所以呢個會令到 GDP 就有可能會出現幾季嘅一個負增長喺度即係甚至更加長。咁另外咧就係睇翻嗰個即係失業率。咁失業率我相信就即係雖然佢話係想吸引啲人去投資、再開廠、再請多啲人，咁但係呢個要需時㗎，你唔係即刻開始㗎嘛。而家有冇人咁樣翻去都成問題啊。咁但係即時嘅效果就係咩咧？就係好多公司咧、好多店咧或者係佢賺唔到錢啊，因為呢個 tariff 或者佢要裁員減，即係譬如話蘋果佢琴日股價咧就跌超過成即係5%以上嘅。咁就即係好多公司咧，佢可能因為呢一個即係 tariff 咧，佢會收縮個規模收縮規模之後咧，你嗰個即使本土美國嗰個就業率咧都會即係減少㗎。咁就所以短期嚟講，美國經濟咧即係會受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即係波動啊。咁對中國咧當然都會影響到一啲即係出口啦。咁但係中國其實都已經準備好，即係同美國慢慢會脫歐㗎啦。即係我哋從2018年嗰陣時相比咧，中美嘅貿易其實已經減少咗好多㗎啦，減少好多。咁可能會將呢啲出口咧再賣去其他嘅地方咧。即係有咩可能發生咧？就係而家你係因為你而家我哋今次 deglobalization 咧，即係全球貿易相對全球嗰啲萎縮咧，就唔同，有啲唔同。打仗嗰陣時上一次咧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啦，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埋美國經濟1929年嗰陣時萎縮嗰幾廿年。咁嗰幾廿年咧，其實全世界咧因為打仗嘅關係就大家都唔通嘅咁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唔係打仗喎，而家係美國夾硬整嘅關稅。咁我同美國唔通啫，我可以同其他國家通㗎嘛即係我同其他國家通，即係中國甚至係其他國家都會係 regionally， 即係佢可能係喺區域性咧會多啲即係互相嘅交易，就取代美國即係可能係開拓多少少，譬如歐洲嘅市場啦。咁有啲人就想賣去中國啦，中國就可能想賣去東盟啦咁就互相嗰個交易就會多咗嘅即係地區性個交易同埋嗰個生產鏈咧都會集中喺地區嗰度咁所以就影響就會將好多中美貿易咧，或者全世界對美國貿易咧，就變咗全世界互相之間嘅貿易就撇除咗美國。咁對香港咁乜樣咧？主要就幾樣啦。第一，當然如果咧呢啲中小企你直接出口去美國嘅呢個就會受影響啦即係你嘅中小企。但係呢個對香港整體經濟嘅影響就唔係話特別大，因為嗰部分佔我哋整體出口就比較少。咁喺呢一部分政府可能就要幫助下啦。即係如果啲中小企因為出口美國再受到打壓嘅話咧，政府喺呢度可唔可以有一啲即係幫助喺度咁就頭先講到美元咁，因為港元同美元掛啦。如果美元慢慢變弱咧，港元都慢慢變弱。咁港元變弱有個好處嘅就係即係我哋啲旅客咧，尤其是內地嚟嗰啲咧即係會多啲嘅，即係覺得香港啲嘢平翻少少啦，就可能又少翻啲人上深圳啦咁樣。咁對我哋嘅旅遊業有少少幫助嘅。咁就但係嗰個利息口咧
要睇下通脹去維持到幾時啊？即係究竟係通脹嚟先咧，定係股市冧先？如果美國股市大冧、經濟大冧先咧，咁就有可能會減息啊，逼到啊聯儲局減息。如果股市又冇事啊，然後經濟又冇事，但係淨係通脹咧，咁個息口就比較難向啦。咁我個人覺得咧嚇，通脹個數據就每個月出啦，但係每個月出佢都唔會即時見到嘅，起碼2-3個月之後先反映到呢樣嘢。但係你股市咧就可能海快海慢嘅喎，即係快嘅話，可能呢幾日都會跌得比較大啲啊。咁所以就我覺得減息機會都係有嘅，而且呢個都係特朗普想要嘅效果嚟，佢唔係想要加息啊，亦都唔係想要嗰個息口即係唔變啊。所以就減息機會，我覺得係冇乜點樣大減嘅，即係同以前一樣，甚至可能因為美國冧咧，即係如果係個股市冧咧，或者係經濟出現大波幅下滑咧，可能會即係加快都唔定㗎。